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6月20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6篇，创世纪第25章第7节到11节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13节到第3章第5节。今日的经文所要分享的主题是坚定的徛在。亚伯拉罕得到上帝的祝福，嘛得到上帝的呼召来跟对伊。当伊伫100岁时阵来得到伊的囝以撒，然后伊就安息。可能有人会问讲，安尼上帝应允毋就是长去啊吗？但是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阵，伊安尼讲：你要离开故乡、亲族、甲老爸的家，到我所要指示你的所在去。我要互你多囝多孙，因要形成大国。我要祝福互你，互你大有名望。安尼，人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。祝福你的，我要祝福互因；咒诅你的，我要咒诅伊。我要借着你祝福互万民。咱应当讲，伫这个圣经内底，上帝提到着要爱互伊多囝多孙，意思就是讲，这个应允祝福袂会因为亚伯拉罕的死来终止，这个持续性无浪芳，这个祝福甲应允。特别咱咧面对亲人的安息甲过往，虽然伫迄个痛苦甲哀伤的中间，但是咱犹原会通领受到上帝的应允、祝福甲安慰。我靠耶稣基督来坚定来徛在。咱拢知影，人生最大的苦难就是甲亲人来分别，因为咱相信领受到上帝赐续的应允，就会通坚定来徛在伫伊甲伊的约、伊的真理顶悬。创世纪真明白安尼讲，亚伯拉罕享受长岁寿，但高龄175岁的时阵来死。伊的囝以撒甲以实玛利，甲伊埋葬伫麦比列洞，这个洞是伫万里的东边，原先是赫人来所下的囝以弗伦的田，这个田是亚伯拉罕赫人所买来。亚伯拉罕甲伊的太太撒拉拢待伫遐。亚伯拉罕死了后，上帝祝福互伊的囝以撒。以撒住伫比尼列海内的附近。保罗非常关心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的信心。因为安尼，伊就差派提摩太前往帖撒罗尼迦去关心、去坚固因的信心。亲像咱昨的分享同款所讲的，保罗劝勉因，圣经安尼记载，事所听的兄弟姊妹啊，阮应该常常为着恁来感谢上帝，因为上帝拣选恁，借着圣神真诚的工作，甲恁对真理的信仰，互恁先得救，
佮借着阮所传互恁的福音，上帝呼召着恁，伊呼召恁来分享阮的主耶稣基督的荣耀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着爱有坚定的信心，对阮所教导的真理，无论是传讲的，还是伫即个批信内底所写的，恁着爱坚守。上帝听咱，对伫伊的恩典，伊赏赐咱永远的快乐甲美好的愿望。愿即位爸上帝甲咱的主耶稣基督激励恁，互恁有勇气来宣传甲实行一切美好的事。坚定的徛在 stand firm， 伫华语的圣经的翻译是坚守，意思就是讲爱伫上帝的真理教导这个基础顶悬，爱坚定的徛在坚守啦吼。嘛是讲，无论是拄着任何的境况，拢袂当摇动。亲像摩西伫咧中心讲着上帝改变时阵，伊嘛安尼讲，着爱听我，迄个遵守我命令的人，我要用慈爱来款待因，直到千代的子孙。耶稣基督的教示嘛讲，恁若听我，着爱遵守我的命令。我要祈求咱的爸，伊就赏赐恁另外一位为助者，永远甲恁同在。伊就是圣神真理的神，世间人无法度接受伊，因为因看袂到伊，嘛毋捌伊。但是恁认捌伊，因为伊伫恁的生命内底，常常甲恁同在。这是约翰福音第14章15节到17节。是啦，咱基督徒必须爱时常思想上帝的诫命、法律以及规范，免得咱因为受到逼迫，因为环境的变迁，因为苦难的来临，改变着咱的信仰态度，离开上帝。那么需要被提醒彼此的代祷。保罗也要求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为着因家己来祈祷，毋望因所传的福音会通紧紧来传开阔，并且会通得到尊重。保罗讲，煞尾兄弟姊妹啊，请为阮祈祷，通好互主的信息紧紧来传开阔，并且得到尊重。咱亲像恁中间被传开，得到尊重同款。也请恁祈求上帝救阮脱离邪恶的人，因为并毋是人人拢信主，但是主是信实的。伊会互恁坚强，互恁无受到邪恶的侵害。主互阮对恁有信心，阮确信恁实在是实行，并且是继续实行阮所吩咐的。愿主引带恁，互恁对上帝一听有更较深的体验，并且有基督所赏赐的耐心。求主帮助阮坚定来执行你的真理，坚定行伫你的道路顶悬，互你来呼召，来成做福音的使者。诗篇126篇。上帝带咱这个受领的人倒转来锡安的时阵，咱亲像在做梦。迄
迄时咱的喙哈哈笑，大声欢呼。列国的人讲，上主为着因做大代志，上主实在是有为咱做大代志，咱非常欢喜。上主啊，求你互完整的受理的人倒转来，亲像南方大沙的地有溪水搁在倒，流目屎也整治的会出欢喜的声收割，流目屎带整治出去的，会带伊的未困欢欢喜喜倒来。求主帮助阮如何来面对困境甲苦难。阮拢知影靠家己的力量真困难，因此阮就需要救恩。伫阮软弱的时阵，应该学习保罗所讲的：阮软弱自坚强。靠着坚定，徛伫主耶稣基督的真理，领受着伊的救恩，阮就会通来得胜。感谢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